大家好，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呢隻超筍亞米加呢，就係海馬系列嘅 Aquaterra， 係高爾夫球系列。呢個系列嘅腕錶呢，係向亞米加喺全球高爾夫球運動嘅投入同埋支持致敬。直徑係41mm， 銀色嘅錶面係做咗獨特嘅甲板式橫向紋理設計，靈感係嚟自豪華遊艇上邊嘅木甲板。綠時位置有日曆窗，而指針同埋刻度呢，係經過白色夜光塗層嘅處理。來自咗亞米加自家8900自動機械機芯，呢款腕錶嘅機芯呢係獲得瑞士官方嘅天文台認證，防水深度有150米。腕錶係襯翻呢個以運動風格嘅黑橙色雙間條紋呢圖錶帶。呢隻亞米加嘅高爾夫球系列官網定價係45000蚊，咁而家我哋做緊個超級順價呢，3萬幾蚊就買到啦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